好在强烈风台花甲山呢，已经愈来愈大粒，屏东东流线的船帮呢是决定今仔日过道就会全部来暂停。真侪要去小琉球的民众，这行程是受到影响。今仔日早起呢来看这恒春半岛的海影嘛，开始渐渐变大，这海墘嘛已经拢来封锁啊。时间愈晚，这风雨就会愈明显，所以天气民众千万都要注意。 船入港，旅客一个落船，趁风台瓦近进前，紧转来东港。今仔日的东流线船班原本按算营业到下晡4点，不过花甲沙风台威力一直变强，为了安全，东流线的业者昨暝决定过道了后就无要出船，二三二四规工停驶。有一团队新得来的民众，原底计划要去小琉球佚佗，行程拢去受到影响。打算玩几天？4天，什么都不能玩。什么都不能。有发觉它的威力增强，已经变成强台，而且它的扩及范围到350公里啊。那在这种状况下，我们会担心说它的速度会加快，而且在观察，这个海象预报上面，我们也有观察到浪高平均又增加了0.5公尺左右。 也若垦丁地区早起10点外的海影有变较大，有一寡民众伫南湾船旁少的海边仔想要看海影，但是已经发布陆上风台警报，海巡人员按照规定有红线伫岸边巡逻，劝离想要看海的民众，避免发生危险。目前海边的状况虽然看起来风险好，但还是因为现在是陆警发布的关系，所以请民众不要下去，全部都把封锁线都拉起来了。针对花甲沙风台，中央气象署预估。 风台的范围伫中昼左右，就会接触到恒春半岛，风雨会开始变大。预估雨水量可能会到400毫米。即天，屏东县的邦山、车城、恒春等6个乡镇是停班停课，提醒民众爱小心戒备，注意安全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